9月淨係9月，數十億泛民人陣定。意思你咪保證摘星運4先。OK， 3點回應：一，傻 Q 咗啊！我俾錢個5星星狀元啦，我保證嘅係教學質素，只要你善用資源，一定可以得償所願。我26年 DSE 嘅成績比25年 DSE 好1倍，近94以上，近6成5以上，近2成係5星以上，仲有小新由 Level 3變做5星。但人哋成功唔到你成功，所以第2點，部本嘅教學資源點樣幫你補充學校教育嘅5星星盲區呢？閱讀有 MC 判斷、長答神記，更加升級嘅哲學思想理解，再加4步原則，每期差1萬題10篇嘅升級範文俾你好好抄考。魔鏡改寫，你加一段我改寫一段，俾你見到最快嘅進化路徑。就文字同加公式，仲有無限推論小練習，讀寫各2份高質嘅題集，無限問書、無限批改、無限 SBA。配套好有5星星實證，如果你有心讀，送你新學年衝刺大優惠，1人報讀9250，2人報讀各減300，3人同人1人免費，5人同人2人免費。9月淨係9月，數十億泛民人陣定。9月淨係9月，數十億泛民人定勝天書。譯文筆記詞總表、歷屆考點同答案，仲有未來考點練習題。如果中四部絕對用足3年可以打爆中文。留言開學 send 個雲樓本天書俾你，一齊開個靚學。有咩問啊？